大家好，我係小芝。今晚啲月光好柔和，星星都喺度眨緊眼啊！小芝又嚟同你講一個嚟自1001夜嘅古老故事啦。夜幕低垂，沙赫扎德開始講商人同魔鬼嘅故仔。好耐好耐以前，係一個好遠嘅國度，有一個有錢又善良嘅商人，佢每日都忙住做生意，成日周圍去。有一日，商人帶住貨物，騎住馬，穿過一片荒蕪嘅沙漠。行下行下，天氣越嚟越熱，佢覺得口渴，就停響一棵大棗樹下面休息。佢由袋度拎咗幾粒又甜又大嘅棗出嚟，一邊食一邊睇風景。食完之後，佢隨手掉咗粒棗核，就瞓咗喺樹蔭下頭一陣。突然間，個天變到好陰沉，一陣狂風吹過，一個身形好大、樣貌好恐怖嘅魔鬼出現喺商人面前。魔鬼手揸住一把閃住寒光嘅長劍，對眼好似兩團燒緊嘅火把咁，怒氣沖沖咁大喝講：你呢個衰人，你殺咗我個仔，我今日就要攞你命！商人嚇到魂飛魄散，成身打冷震，即刻跪低問：偉大嘅魔鬼啊，我幾時殺咗你個仔？我從來都未見過你，更加冇傷害過任何人。魔鬼大叫，佢話：啱先你食棗，食完就將粒棗核隨手掉咗，其中一粒棗核啱啱打中我個仔嘅心口，佢當場就死咗。今日我一定要幫個仔報仇。商人先至明白，原來係自己無心之失，佢喊住求魔鬼：偉大嘅魔鬼，求你原諒我啦，我唔係有心噶，我有老婆同3個細路仔，如果死咗，佢哋就冇人照顧噶啦。求下你俾啲時間我，等我返去安排好啲身後事，1年之後我一定會返嚟呢度，由你處置。魔鬼聽完冷笑一聲：你以為我會信你咩？人類最識講大話噶。商人繼續苦苦哀求，佢發誓以真主嘅名義保證，1年之後一定會返到呢一棵棗樹下邊接受懲罰。魔鬼見個商人咁真誠，最後足之應承咗。好，我就俾你1年時間，但如果你夠膽唔返嚟，我會揾到你，將你碎屍萬段。商人千多謝萬多謝，即刻騎返上馬，飛咁快趕返屋企。佢將所有財產分俾老婆同細路，又搞掂晒生意啲嘢，之後日日都喊到好傷心，等住嗰個恐怖嘅一日嚟到。1年時間好快就過咗去，商人遵守承諾，同屋企人講咗再見之後，一個人騎馬返去嗰棵棗樹下面等死。佢坐喺樹底，心入面好驚，但同時又因為自己守信用，覺得有啲安慰。當佢等緊魔鬼出嚟嘅時候，突然見到一個老人家拖住一隻羚羊行過嚟。老人家見過商人，苦口苦面，就問佢發生咩事。商人就成個古仔講晒俾老人家聽。老人家聽完之後話：我用我隻羚羊換你1/3條命，你肯唔肯？個商人就話好。就咁樣，兩個人坐喺樹下傾偈。但係商人雖然有老人家陪住，個心依然充滿恐懼同憂慮。佢坐又唔係，企又唔係，唔知自己之後會點。當佢哋傾緊偈嘅時候，突然又有一位老人家慢慢走過嚟。呢位老人家拉住2隻黑色嘅塞拉吉亞黑狗，樣子好穩重。第2位老人家走上前，向佢哋2個問好，又好奇咁問：你哋2個點解坐喺呢度啊？呢個地方係妖魔鬼怪經常出沒嘅地方嚟喎。商人同第1位老人就將商人遇見魔鬼嘅事，由頭到尾詳細講咗一次俾第2位老人聽。第2位老人家仲未坐穩，突然又有第3位老人家走過嚟。呢位老人拉住一匹花斑驢仔，個樣同樣都係好慈祥。佢向3個人問過安好之後，又問佢哋點解坐喺呢個地方。3個人就再次將商人同魔鬼之間嘅故事，從頭到尾詳細講咗一次。第3位老人家聽完之後，就靜靜地坐低咗。當魔鬼終於出現，準備殺死商人嗰陣，3位老人家一齊企出嚟，求魔鬼聽佢哋嘅故仔。如果魔鬼聽完覺得故事好精彩，就請魔鬼放過個商人。第1位老人家講咗佢同羚羊嘅故仔，佢話：魔鬼啊，你要知道呢隻羚羊其實係我嘅堂妹，同我有血緣關係噶。佢好細個嗰陣，我就同佢結咗婚，
一齊過咗好多年，我哋結婚30年，但佢一直都冇同我生過一男半女。後來我冇辦法之下，就另外同第2個老婆結婚。呢個老婆幫我生咗個好得意嘅男仔。我個仔簡直就係好似月亮咁靚，眼睛又大又明亮，眉毛好似柳葉一樣秀氣，四肢強壯健美。佢慢慢長大，到15歲就成為一個英俊美少年。有一年，我帶住好多貨物去外地做生意，就離開咗屋企。點知我個堂妹自細就學過妖術同占卜術，趁我唔喺屋企，就對我個仔同佢媽媽施咗妖法。佢將我個仔變成一隻牛仔，又將佢媽媽變成一隻母黃牛，之後將佢哋2個送去咗放牧人嗰度。過咗好長一段時間，我從外地返到屋企，就問我個堂妹：我個仔同佢媽媽去咗邊啊？佢竟然話：你個小老婆已經死咗，你個仔又走埋，唔知去咗邊。我聽完傷心到不得了，整整喊咗1年。直到嘴聖節嚟臨，我先吩咐下人去揾放牧人，叫佢送一隻肥牛過嚟。放牧人就拉咗一隻好肥嘅黃牛過嚟。魔鬼啊！你知唔知呢隻牛係邊個？佢就係我老婆嚟噶，係我個堂妹用妖術變出嚟噶。當我掠起衫袖，準備自己親手劏嗰隻牛，點知佢突然大叫一聲，喊到好大聲。我嚇到即刻縮手，心軟咗就叫放牧人幫手劏咗佢。放牧人一喐手，剝開牛皮一睇，竟然得皮包骨，一啲油都冇，一啲肉都冇。我好後悔，但已經太遲。於是我就將呢隻牛送咗俾個牧人，然後同佢講：你同我再送一隻肥牛仔過嚟啦。放牧人之後又送咗一隻肥牛仔嚟。魔鬼啊！你估下發生咩事？冇錯，呢隻牛仔就係我個仔嚟噶，係我個堂妹用法術變噶。牛仔一見到我就用力掙斷條繩，走嚟我身邊，喺我身上擦嚟擦去，仲不停地嗚嗚咁喊，好似有好多嘢想同我講。我見到佢咁樣，好心痛，就同放牧人講：呢頭牛都唔劏，你再幫我送另一隻壯牛過嚟啦。講到呢度，第一位老人家就停低咗，溫柔咁望住魔鬼。沙克扎德見到東方已經露出晨曦，天就嚟光，於是佢溫柔咁收咗聲，冇再講落去。佢個妹杜亞扎德聽到好入迷，即刻開聲話：家姐，你講呢個故事真係好好聽啊，又得意又生動又有智慧，我聽到而家都仲唔捨得瞓覺噶。沙克扎德微微一笑，溫柔咁答：妹妹，如果國王肯留我一命，今晚我講俾你聽嘅故事會比呢個更加精彩，更加動聽。國王謝克亞爾聽完之後，心諗：憑阿拉發誓，我真係唔捨得殺佢，不如留佢多一日，等佢繼續講故仔。於是國王就開口講：好啦，今晚就講到呢度，聽晚你再繼續講俾我聽啦。就咁樣，姊妹2個平安地度過咗呢一晚，佢哋互相擁抱住，慶幸自己又可以多活一日，心裏充滿感恩同喜悅。第2日朝頭早，國王去咗處理國家大事，宰相一早就準備嚟同自己個女收屍。點知一入到宮殿，就見到國王由朝忙到晚，不停咁發號施令，好認真咁處理朝政，完全冇提過要殺沙克扎德嘅事。宰相見到呢個情景，驚訝到不得了，心裏面又驚又喜。等到退朝之後，國王謝克亞爾就直接返回寢宮，期待今晚沙克扎德繼續為佢講下一個精彩故事。真係太好啦！國王終於開始心軟啦，沙克扎德真係好聰明喎。用故事一步一步打動咗國王嘅心。想知之後發生咩事，就等下次小資再慢慢同你講。